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黑仔。今日好高興咧，為大家帶嚟3款華碩全新嘅顯示卡嘅，分別就係5770嘅 Coolcore 啦、5670啦，同埋呢張5750嘅 Formula 嘅。咁佢哋咧都係華碩用最新嘅技術注入咗喺裏邊。咁佢哋分別有咩技術呢？首先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5770 Coolcore 顯示卡。咁佢用咗最新5770嘅核心啦，咁亦都有1GB DDR5嘅記憶體嘅。咁大家應該見到啦，個散熱器係咪好特別呢？咁佢哋就用咗 Coolcore 呢個技術啦。咁喺核心裏邊呢，就用咗5.8安士嘅銅嚟做傳熱，而散熱片呢，亦都用咗 X 字形嘅設計，可以使風嘅流量更加好。而嘅散熱器亦都用咗凹凸嘅設計，增加散熱嘅面積。好啦，咁你散熱做得好，咁你玩 game 都仲得爽啲啦。亦都要一提嘅，佢哋有個 Voltage Tweak 嘅技術，咁只要喺軟件裏邊就可以加減呢個電壓，可以幫助你超頻，而唔需要好似以前入多士插包牛屎咁苦惱啦。第二張為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5750 Formula 啦。大家一見到就應該覺得好特別啦，因為佢個 heatsink 呢就用咗華碩最新嘅 FanSync 技術。你睇唔睇到呢？佢係一個跑車型嘅設計，咁有助呢空氣對流嘅。另外呢，佢 heatsink 嘅表面呢亦都有凹凸嘅設計，增加散熱，同時亦都配備咗防塵嘅風扇。咁你令到個風扇壽命咧更加長。第三張為咗大笑嘅咧就係5670顯示卡。咁佢雖然係入門嘅版本喎，但係都有1GB嘅記憶體㗎。另外亦都支援 HDMI 嘅高清輸出，咁啱晒一班想玩 HTPC 嘅玩家。咁另外咧，佢同之前介紹嘅兩張卡一樣，支援華碩獨有嘅 Smart Doctor 技術，可以監察顯示卡啦，亦都可以超頻嘅。另外仲有個 Game OSD 嘅功能，可以喺遊戲嘅進行嘅時間裏邊咧進行錄影。另外咧，亦可以實時超頻，而唔需要登出遊戲嘅喎。分別為大家介紹咗3張顯示卡啦，大家都知道佢哋嘅特色啦。咁其實咧，佢哋同時咧都有特別嘅設計，去吸引大家嘅喎。咁第一個就係佢哋用咗雙重嘅 fuse 設計啦，咁防止電流超載嘅時候而整壞顯示卡喎。第二樣呢，就係佢哋嘅接頭用上 EMI 保護嘅技術，防止輻射，保障大家嘅健康。咁第三樣就係佢哋嘅風扇啦，採用咗防塵嘅設計，耐用性呢會多成25%，而有效帶走熱力嘅。咁第四樣就係佢哋嘅 GPU 隔層鞏固技術啦。係啲咩嚟嘅呢？其實就係當大家裝顯示卡嘅時候，張卡有陣時會攣咗一邊。咁呢個設計呢，就係防止呢個情況出現而整壞 GPU 嘅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咯喎。好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大家有問題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 OCQQ.com 嘅討論區度發問。拜拜。